继续来看韩国瑜昨无公开的行程，颠倒是太太李嘉芬到台中参加嘉芬讲堂。针对着韩国瑜提出的就学贷款免利息的问题，李嘉芬讲，若发生着拍销，安尼政府就甲吃掉吧，费得几千亿的拢咧浪费咯。这韩国瑜无公开的行程是去倒位咧？原来是踮伫厝内底在洗衫。 我洗衣服有一些我自己标准的 SOP 程序。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手提洗衫篮，要来洗衫咯。练习手帕，平常握手握很多啊，擦手啊，擦汗啊。我们这个洗衣服，这个速度啊、姿势啊多流畅。会当用最冲的，就先冲一个，剩的咧就等洗衫机。衣服要把它抖开来，不能一团。 凹在这里绝对不行，把它抖开来。内裤就不给大家看。手内摕一罐内衫内裤时，还阁故意做一个特效，一份外影片表现新好男人的模样，要来吸引支持者的目光。人家都说，韩市长，你洗衣服是真还是假？是真的，好不好？我很会洗衣服。 大号在有的车衫无公开行程，被外界质疑又搁放假。原来事前行程都是伫厝内洗衫，甲伊过去这段话真符合。一讲，我们就要回去要洗衣服了，不好意思啊。韩国瑜伫厝内洗衫，伊的太太李嘉芬参加台中的嘉芬讲堂，对韩国瑜所提出的学贷免息，若是发生拍销，政府就甲伊吃掉，费得政府几千亿拢浪费啊！两个人伫大选中继续制造话题。